一件，我摕起来量顶顶互我哈。喂，人客啊，你若要买零食，就要来村仔底买，遐若无，阮无爱卖。这是为什么啊？这是阮卖零食的规矩啊。好，我就来去村仔顶甲你摕。叫做鱼嘴娘。鱼嘴娘，这个名佫袂歹叫。姑娘啊，你要创？我要送你上花。要送我上花？好，你就慢慢做哈。西岭山后山骹，既然你有欣赏这个景色，要无你来阮兜住几工啊？好唔？好，哎呀，毋过萍水相逢，敢有好意思去恁兜较了？哎呀，那会要紧啦！阮兜只有阮老爸甲阮小妹，
也毋过木屋却是有足侪间的，经常拢有游学的客官来遮投宿，比住客栈搁加偌方便嘞。阮一工才收3分银两那尔呢。安尼好哦，我转来去客栈摕一咱物件，再搬来恁兜住。对。喂，你将你身躯所有的钱拢甲我摕出来，你才用得过。袂用的啊！爱将这个水查某囡仔留落来，才放你走。我钱也唔放，查囡仔也唔留咧，恁是要安怎？小囝你啊，你唔知影阮两个金银大小多厉害，我你死！小菜，各样土遁。给我救一下啦！紧来给我救啦！阿雄啊！哥哥，公主啊，了命的啦！因这两个小贼啦，竟敢伫这个所在拍劫！污染到这个美丽西湖的风光，你当着我这梁景瑶，我绝对无放恁干休。哎呦，拜托的啦，你唔通啦，了命的啦！阮本来就唔是贼仔嘛，阮是因为无饭通食，阮是可怜的落魄人嘛。嘿啦，啊，阮今仔日哦是头一摆做贼仔做歹代志，无伊个我唔捌剃头去当着好手的，拜托无伊个伊当着你这雷公，要么叫你卡死。嘿啦，了一个，拜托的啦。了你一摆啦。看念虚姑娘的面相，了你免死。后日你若是无解过我当着，我绝对无饶你。绝对改，改什么？哎呦喂啊！哎呦！哎呀，阿娘喂！哎呦！这步可是有影厉害。叫伊甲咱教，我叫伊教了，安尼对，咱大家用。快点，公主啊！小等咧，这步教一个，教一个。上啦，拜托个好无？你收阮两个做徒弟啊？嘿啦，阮两个是有学过拳法啦。伊向拢想讲哦，阮已经是有够牛啊咧。尤其是我阿雄啊吼，我闹一巴倒来学分呢。我这世人拢毋捌钦服过啥物人。今仔日当着你哦，我是钦服你五体投地。拜托，阮两个拢互你做师啊。恁两个拢要我做徒弟？嘿。对，绝对心甘情愿的。我看恁是一厢情愿啦。啊！我连某一生无伫收人做徒弟，恁若要改变着我的初衷呢？除非是日头对西边出来，对，家母的啼，家公的父烂，对。毋是。毋是日头对西边出来哦，安尼，阿斗诶，安尼咱还阁有希望咧。对，啊无就安怎，你才肯收阮做徒弟？除非恁两个变做查某，我才收恁做徒弟。哈？
我托阮相世事，一转明灯破夜中。你是毋是去爱着连景瑶？别讲，你莫了别讲啦。我也毋是3岁囡仔，敢讲你的心内事，我会毋知影？甘大姐是阮阿爹的救命恩人，也你是甘大姐的表小妹，阮爸囝应该爱帮助你为父报仇。也毋过，假使你若真是去爱着连景瑶，这件代志就麻烦咯。二哥啊，二哥娘啊，阮阿爹倒来啊！二哥娘啊，爹啊！到边做嚟啊？爹啊啊！好，你弄。你若无将连公主甲伊带转来？唉，莫我讲啊，二哥娘啊，连庆瑶哦，这人实在真唔是物啊！伊是安怎？我到高升客栈去食的时阵，你敢若这包好尔尔，这个就真多咯。连公主，也唔好讲呢。安怎？你伫要出去哦？是啊，我是专工来找你的呢。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你呀，真是贵人多忘事。你昨昏才答应过我，讲我若是生日的时阵，要陪我食1个月寿酒，是安怎？你谁叫袂记哩啊？哦，袂记的是无去袂记的。你是啥物时阵生日啊？今仔日啦。是今仔日啦。安那才拄好咧。老张啊，对不住，麻烦你倒等甲鱼姑娘讲一声，因为我事先答应严姑娘，后日来做生日，总是袂晓无信用的。我应该爱去婉容楼住一段时间，等明日我再去来拜访。安尼啊？好，麻烦你啊。好了。都，请。请。好，时间也无早，无安尼我也准备通来做生日。鱼姑娘啊，你今仔日有要出去？安尼我家己来去。翠娘，我认为林经瑶无来，安尼颠倒较好。一来，伊的本领高强，你未必然会当胜过伊。搁再讲，我看你嘛不忍心对伊下手。
停！林公主，无啊，啊恁两个，啊？